全国第一个用画圆圈啊，就设伫咧高雄的文兴三路甲广西路口，目的就是要来用飘线来引导车流减少车祸。目前嘛有请警方伫咧现场指挥，不过民众敢若是拢无管事，也是有机车会无照指示乌白弯。来到高雄市文怀三路甲广西路口，这个路口是当地有名的车祸热点，李长讲几乎逐天出车祸。机车都没有减速慢行嘛，没有减速造成车祸的机会蛮多，经常天天都有听到车祸的声音啊。原来这个路口道路呈现放射状，详细算有5个路口，乌多曼啊向正弯倒弯，对向的车辆袂负反应，就会弄掉。因为当地无车红灯，市府可能设车红灯无一定更较方便，决定要采用圆圈式减少着冲突点，互共向道路以逆时针的方向并入圆圈，还佫回出，避免着弄掉的几率。会有点类似像戴安全帽，一开始使用安全帽的时候，也是很多人去违规不去戴嘛。那当然这种东西久了以后，它变成一种习惯之后，我相信这里的交通会有所改变。民众认为这会当降低着当地的车祸，不过嘛讲，若是有人故意无爱遵守，嘛无法度。市府强调，初步会有义交，也是交通警察伫遮指挥。初期还是先透过指挥引导啦。那我昨天也到现场去观察，还是有一部分的汽机车的，尤其是机车的车主比较不熟。避免伫暗时看袂清楚，市府嘛回应，伫圆圈中心点会装指示灯，还佫有反光的软直管，进入圆圈进前嘛有提醒。不过现场观察，也是看到真侪行倒摆的人，无看到涂骹行车指示方向，犹原随意来转弯。记者王刘田台汉坤个报道。